来看这个是惊险的画面，伫台中五车一台大货车路口青灯，伊要起步的时，向一台骑奥多巴的阵咧冲过，这是弄红灯为大货车头前冲过的时，这个货车司机惊一个112喇叭，险啊去甲弄着，挡袂牢就甲骂。警方表示讲，这个奥多巴弄红灯上无爱罚1800块，另外爱提醒乡亲，大货车因伊的车身较悬，有真侪死角，驾驶看袂到。你若骑奥多巴也是过路，拢爱特别小心，若无真后发生危险。 大货车伫路口青灯对要起步，这个时阵，一位机车骑士向弄红灯，搁伫大货车的头前冲过，货车司机惊到直直饲喇叭，伊调一个路口约到迄位骑士，忍袂住甲车门拍开，甲伊骂：你气味啊！免我听着了，台湾人做即款的。 机车骑士可能知影家己食亏，红骂嘛完全唔敢出声，影片铺就网起要6万人点。有人认为机车骑士真正无爱治性命，险伊万7天转去，大货车甲驾驶甲真好。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到3600元罚款。本案本分局还没有接获民众检举。 发生惊险画面的路口，伫台中五车北德路，当时大货车伫路口青灯当要正越，向机车弄红灯对大货车的头前冲过。大货车因为驾驶座的视角真悬，车身的头前、边仔、后壁拢是视线的死角。过去嘛常常发生行人或者是机车进入死角互弄到的事件。警提醒民众千万唔通为着要紧就弄红灯，尤其是避免进入大车视线死角。若是发生意外，后果恐惊，不堪设想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